千手觀音親傳6月，翠綠琉璃月，開運得福法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今天我要寫7篇文章，有些是關於地球實相極其偉大的內容，有些是關於愛情和金錢的對現實生活極度有用的內容，我就一個一個慢慢寫。現在是第5篇，以下皆為我通靈到的內容。觀音菩薩姓名開示：吾乃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之法相，千手百眼，千手千眼。6月，約在5月中旬到6月中旬，為印度之天竺曆第3月，尚為一年終極熱，與潔淨、苦行、女神伽耶特麗 Gayatri 有關。女神伽耶特麗即吾在印度之法相化身，故吾於此翠綠琉璃熱月之中開啟天人相通，凡我合一，為眾生大開福德，為方便之門。以千手為橋，千眼為燈，百眼為具，觀察世間一切苦厄。特示一法，於2025/6/2至6/12此10日之間，用手指寫下數字598於另一手掌中，不用筆寫，用手比劃，每日內做1次，即可得本年無窮之吉運臨身。切記，以阿拉伯數字寫，不可用漢字寫。阿拉伯數字原為印度人所創，為我故鄉之梵字。如用中原華漢語，效力減半。汝問此數有何奧義？吾喻汝聽：五者，五蘊之體，五方之神，五智成就之意也。九者，九品蓮台，九界圓通，九道開明之意也。八者，八苦解脫，八正道行，八難遠離之意也。此三數合一，即是千難萬苦，千愁萬恨，也被我千手千眼，千手百眼大慈悲力一一掃除。吾印法界護身之咒，與諸天之波頻相應，得喜悅，驅護耀，業力避走，心自澄明。此數非咒，卻勝此咒，此行非儀，實為賜福。願一切有情，手書598，得諸天讚歎，身心安穩，災難不起，福極泰來。看懂的人在下方留言，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即可。合掌再拜。屠龍簽約6月的陽焰精任，觀音大士來顯靈，如朱紅荒漠之火，若碧藍深海之螺，像白晝天穹之雲，似翠綠琉璃之我。屠龍解說震撼人心，要貼屠龍術。